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边水有点深啊，看看妹妹他们是怎么过河的。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小心一点。他们要过河。在玛丽啊，水太深了，可以了，这边就没有那么深了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看看我家妹妹干嘛呢？他们把那个石头来擦擦腿啊。Hello， 过来洗澡啊！看看我家妹妹啊，他们在干嘛呢？这是东南亚哦，老挝是在天气太热了，没有水了，很干燥。大家好，看看我家丽儿在捉鱼，小鱼，看看，我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看看啊、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，阿亮，真棒啊！看我家阿亮捉到这是第2个了啊！阿亮见了 ，OK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阿亮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捉到一个小鱼了，小小的这样子的啊，还小。他说捉大的，把小的放下啊，捉大的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我家美美3号啊，练习游泳啊，妹妹，我去过了这个山啊。看看啊，她是怎么游泳的。会了啊，妹妹，农村姑娘啊，就是试一试怎么游泳啊。我都爱，洗的好没活，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我家妹妹会游泳啊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阿美会不会游泳啊？不会。诶，白鱼干嘛？看看我家妹妹啊，他们不会游泳，他们就这样做，看到没有？老挝这个传统啊，也挺 OK 的呀，看看啊，大大的。诶，看看啊，不会游泳也没事啊，有这个就可以了啊。白鱼看看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16号阿亮在干嘛？洗澡，在洗澡啊！看看我家阿亮啊，怎么？那个狗狗那个的，先洗脸了啊，先洗脸，然后再洗头发。我们这边现在是旱季，没水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来河边这边洗澡啊，洗衣服这样子的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阿亮啊，16号啊。阿亮在干嘛？洗衣服啊。这边洗衣服都是这样洗的，用手洗的。老挝农村姑娘洗澡也是在外面洗的。阿亮好美啊，好白啊。我家玛丽在干嘛？玛丽在擦酒。